魏爷爷，世子，前辈，青州骑兵追来了。不应该啊！靖安王要杀我，何必等到现在？是世子少巡，为王妃而来。看看，麻烦来了。把人交出来，我放你们走。又见面了，这脸上的伤好了没有啊？把人交出来。哪个？接我靖安王妃，你是我青州无人吗？就带这么几个人就敢出来拦人，你爹不知道吧？这是我青州与北凉之争，与江湖人士无关。哼，怕了？凤子营请战，愿擒下此人，交与世子发落。要不这样，我帮你问问他，他要是愿意跟你走呢，我就放人。你都听见了，想不想跟世子回襄樊？瞧，不乐意？怎么可能？定是你胁迫于他。别他呀他呀的，论辈分那是你娘。准备冲阵！世子，路球有罪，千刀万法，世子受苦了。世子，路球来晚了，世子，快给路球看看，世子，受伤没有啊？后边没有。秋山这怪物也来了，还有李淳刚，这个怎么杀小舅子？太难了吧！凤子要失职，这世子受伤啊！哎，好了，起来吧，起来吧。世子，谁呀？啊，靖安王世子来冲阵的。那可真好啊！楚禄山，你身为三品武将，怎敢私自带兵出北凉？废话这么多，宰了吧？人家毕竟也是个世子，宰了说不过去。这好办呐，全宰了，再放把火烧得个干干净净。都听见了，你这会儿走还来得及，一会儿打起来，我可拦不住他。世子，楚留山以残暴出名，真要骑兵对冲，恐怕难以取胜。今日之耻，来日必报。你敢再指我家世子试试？回襄樊。等会儿，你别得寸进尺啊！刀还我呀！走。还是世子官人。要我说，这种货色宰了也就宰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义父让我来的。徐骁啊，他不是在京城吗？义父说有药鹰送来见罪，我便率本部骑兵来青州寻世子啊。哪儿来的药鹰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那天我看见药鹰来了，我就出发了。还好让我赶上，没让世子受委屈。等会儿，他让你来青州干什么？他没说呀，只说让我听世子吩咐。要不，我随世子去武帝城吧。胡闹！那世子说我该做些什么呀？回北凉。啊？我这么大老远来的，你让我回去了？要不，你让他们回去，我一人留下。
你是从三品闯青州已经是极限了，再跟着我京城怎么想？那我就辞官了。胡扯！赶紧滚蛋！闭嘴！我说这怎么玩儿？你说，等等。这么说起来，还真有事儿要交给你办。这就是靖安王妃，是挺水灵的。这2个人，你给我送回北凉。把我交给楚禄山，还不如杀了我。哎，你瞧瞧你这什么名声！王妃放心，虽然我楚禄山什么脏事都做过，但唯有一样，誓死交代过的人，打死不碰。青鸟送回府上，好好调养。至于他嘛，毕竟身份特殊，不能留在府里。不如我寻个院子，把他藏在胭脂郡。倒也可以，不过得保密。陆球明白，谁都不说，好好守着，就等世子回来慢慢享用。什么叫我慢慢享用啊？这位论辈分是我婶婶，所以我才要保密呀。少废话，把人看住就行。遵命。我知道你身上藏了秘密，等我回了北凉，慢慢问你。世子，你醒了？我不回去。你身上有伤。青鸟愿随世子同行。楚禄山不会随行。大师傅，您要亲自出手？我不能露面。您不出手，还有谁能从李成钢手上杀徐凤年？就算我出手，也未必能胜过李成钢。啊？那可怎么办啊？如今5具福将红甲，就剩下1具金甲了。去龙虎山吧。龙虎山，找龙虎四天师。去后山深处，无底潭边找钓鱼人。要直面李成钢，只有靠这一位出手。您说的这个钓鱼人，是隐士高手吗？可是人家好端端的，为什么要帮我杀徐凤年？他叫赵皇朝，身上也流着皇室的血脉。皇族，许家终究是皇室的心腹大患，从这一点说起，他应该会出手。徐凤年一死，我得亲自在旁推波助澜，才能让徐骁反出京城，导致天下大乱。你就有了夺取社稷的一线机会。多谢大师傅，担心接力。一切谋划都要从徐凤年之死作为开端。我明白，这个小舅子一定要死。您千万保重身体。这一路上，如果有人对您恶语相向，您都记着，回头一家家灭门去。这话你都敢说，你是连军法都不怕了？您比军法重要。还有一个事儿，你上心。王林泉一家已经回了北凉，你帮我照顾着点儿，别让王家受委屈。世子放心。
吕钱塘战死在芦苇荡，这是他的骨灰。你也帮我带回北凉，找找林家最后安家在何处。他临死前说，想把自己的尸骨撒在江里，但我觉得他还是想回家的。让他回家吧。我一定办好。世子保重，驾！于右威到哪儿了？就在前方不远。咱们先去找于右威会合，再继续东行。是。你呀，一时气血不平，睡了一会儿，已经好多了。世子，我还可以驾车的。别废话，好好养着。下一站去哪儿？江南，去见我大姐。楚禄山是徐骁派来的吧？是。来的还够巧的啊。我以为自己没选他给的路，但是到头来，我的一举一动还是在他意料之中。哼，那是你爹啊！天底下没有比他更了解你的，他给你织的网啊，你逃不掉的。出发！这。青州的消息传过来了，你儿子色胆包天，竟然把靖安王妃给掳走了。我听说啊，靖安王是一怒之下砸了佛堂，还请了天下11王明银出手刺杀。倒是没想到，你竟然把李淳罡都请出来了。你儿子李王妃要挟，靖安王只能放他离去。可这一下子，你们北凉和青州的仇可就结深了。恨北凉的人多了去了，不差一个赵恒。你和世子如此荒唐，你怎么想啊？我没什么可想的，那得看看陛下怎么想。陛下很高兴。哦，如此荒唐的世子，对陛下来说很适合北凉。哎，那你说说，这陛下打算什么时候见我？等等，再等等。你儿子出青州过豫州，很快就到扬州江南道了。凤年这孩子重情，老想去看他那个大姐。江南的消息你知道了？我人在京城，眼瞎耳聋的，我能知道什么？听说，你的大女儿在江南道
行事放荡，与别人私通。卢家把状子都递到圣上驾前了。这一步绝了！上主公呀，你没留意杀机暗藏，这局棋你输定了。没救了。你知道什么样的棋手最可怕吗？一步失算，料敌先机。哎，搅局的棋手最可怕。不算，重来。师傅不早了，我先走了。哪儿去？我告诉你，今天我要不连胜你3局，你哪儿都去不了。你看姐姐，被我都给你准备好了。我呀，来吧来吧啊！哎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。小姐，你做什么？卢家门风清正，到头来被你这个放荡女坏了家风。徐之火，你在外面勾引男人，闹得全城皆知，简直是不知羞耻。羡慕吗？你这个无耻荡货！可怜呐，你怕是想做荡货，也没人要。我撕了你个嘴！做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二乔，让开！放开我！不是要撕了我的嘴吗？请吧。你以为我不敢是吧？我就赌你不敢。动不动手啊？书还没有看完呢。卢家娶了你这种女人，简直是家门不幸。小姐，陆家人越来越过分了。您还笑？我当然要笑了。我今天心情特别好，因为我弟弟要来了。这么一算，应该再有2天，凤年就到阳城了吧？终于到了。进城先问问卢家怎么走。世子，要不等一下后面的马车，我先去找我大姐，让他们后面会合。世子，怎么了？李贤梅说他饿了。也是，这一路舟车劳顿，确实辛苦了。那先不着急，进城找个酒家，大家吃饱了喝足之后，再去卢家。好。世子，已经去接李前辈他们了，车马慢了些，咱们先吃。也好。先点吃的，一会儿问路。嗯，好。
哎，二位，我听说啊，北凉世子要来阳城探望他大姐。这一个是不学无术，一个是不知廉耻，这对姐弟还真是一类人呐。我听说啊，这程斋先生的夫人将徐之虎骂作是两脚香炉，这件事啊，京城都知道了。你是有所不知啊，在宫里啊有个娘娘，跟程斋先生的夫人是同族，按辈分算啊，娘娘叫她一声侄女。徐之虎他这般浪荡，他卢家这点脸面往哪儿放啊？卢家的事儿，说给我听听。我就是在想，徐骁这样的人，走一步他能算10步。他为什么同意我们跟着徐凤年东行？我总觉得我们也会变成他手里的弃子。现在怕也没用，等事情临头了再说吧。对了，你今天怎么不坐在前面那辆马车里啊？见神还打呼噜，吵死我！我也不明白了，那2个小家伙在我边上上蹿下跳，天不怕地不怕，怎么一到李前辈跟前，乖得跟小猫一样？那老头武功高，镇得住他们。所以说，武功高还是有用。当年西楚高手如云，最后还不是灭国了？那是北凉太可怕。国战初时，咱们楚国还是占了上风。我听说杀了黎阳朝不少大将。当年卢家嫡子领军被擒，被父王赐死了。哪个卢家？你说阳城这个徐之虎的婆家，那跟你不是深仇大恨啊？他们又不知道我身份。别担心，前辈。怎么，到酒楼了？卢家就在附近，前辈可以在卢家用饭。我都行，到了叫我。到了卢家之后，麻烦前辈帮我照顾好他家。还有，千万别让卢家知道江离的身份。你不跟着去啊？我要去江心郡找一个姓刘的人。要杀人？要弄清楚，他跟我姐到底什么关系？刘先生和徐之虎什么关系？你们都还不知道啊？是有了私情吗？刘先生是何等人物？文采经世，家学渊源。哼，这荡货之前在报国寺遇上了这没脸没皮的勾引人家才子，刘先生嗤之以鼻，根本就不理睬他的。然后可巧，被这刘先生的夫人给撞见了。这刘妻可不得了啊！听说跟娘娘都是亲戚关系。听说娘娘叫她侄女儿，那可不是嘛？怎么能容得下这种荡妇啊？你们猜怎么着？直接呀，一个巴掌就打上去了，打的是解气。如今阳城人尽皆知，我们卢家有这么一个儿媳妇了。不是这样的，当时并非如此。哼，你还想替他抵赖啊？走走走，公道自在人心。算了，受委屈、被误解，心里自然会很难过。但是你要记住，千万别哭。眼泪啊，要留给心里最重要的人，知道了？嗯。
北凉世子徐凤年车驾过阳城，请。打听过了，这里确实刘丽婷的住处。这人口碑如何？都说他文章不错，从小就很有才名。家族呢？刘家在扬州，只能算是二等末流氏族。那就不对了。哪里不对？卢家在扬州是1等1的名门，家主卢道林官拜礼部尚书，还在京城兼国子监右祭酒。这等人物，就是张居陆庄稼了，也要讲几分情面。可刘丽婷多大胆子，敢惹卢家的媳妇儿？世子，全城都知道，是小姐先勾了心，不是刘丽婷先找我的。我姐何等的人物，怎么可能看得上她？这男女之事，谁又能说得清楚？够了，真相如何，一探便知。淑修，看你的了。阁下是？在下卢东阳，卢府管家。卢管家好，北凉世子徐凤年路经此地，专为探亲而来。这倒巧了。卢府今日不会客，各位请回，择日再来。啊，我等初到阳城，并无住处。这与我何干？或者卢管家帮忙通报我家小姐。徐之虎败坏家风，有何颜面出来见人？卢管家，无论真相如何，还是麻烦卢管家通报一声。你干嘛？这家伙故意羞辱人啊！关你什么事啊？看不过去啊！哎呀，你忘了卢家和楚国的仇了，还往外跑，你不怕他们认出来？那时候我才多大，谁认得出来？都说北凉荒蛮之地，果真不懂礼数。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今日不会客，我通什么报啊？哎呦，这魏舒阳也是窝囊，这都不发火。卢家和北凉结亲，那就是天然的盟友。魏舒阳要考虑两家关系，不会乱来的。哎呦，哎呦！这把刀。你好大的胆子！别闹太大。这是阳城，这不是你们北凉。北凉行事待人，其实一直都很简单。待我以礼，还之以礼；待我刀兵，还之刀兵。卢管家莫怪。开门！快开侧门，让他们进去啊！开中门！开中门，要家主张口才成啊。嗯，我真做不了这个主，要不我去给你问问。不用麻烦了，把中门给我拆了。啊！来给我吧。哎呀，你就别跟着了，忙你的去吧。这人就是刘丽婷，其他读书人讲究君子远庖厨，她都肯亲自下厨，也算难得。娘子啊，
是我。我姐不会看上他。世子如此确定？我姐心里有人了。卢家病死的公子。我姐心里的人在武当山。武当山，那不都是道士吗？去办事吧。来，娘子，尝尝这个汤，我可是熬了很久。还气呢？那气坏了身子就不好。气死拉倒，刚好趁了你的心。我实在是冤枉，你也知道是那大妇主动缠我，实在是无妄之灾。那女子可比我年少。娘子，我对你是一片真情，怎么会对那种荡妇动心呢？你怎么就不信我了？那女子不知廉耻，你以后少去见她。不行，避之不及，早会相见。尝尝，啊，别生气。夫人还没动筷呢，等吃完了再来收拾。这一下来越发没有规矩了，别生气啊。你去看看。谁啊？琉璃亭刘先生。这又是谁呀？都到家里来了。我也不认识啊。你是怎么进来的？你要做什么？哎，味道还挺好的。琉璃亭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夫人息怒，我当真不知此女是谁啊。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怎么进的府门？你给我出！哎，不是，息怒，别生气，叫人拿下，送官衙。好，我现在就去叫人。夫人的簪子还挺漂亮的。你干什么？姑娘若是求财，把人放了，一切好说。我不要钱，只要命。刘先生的名声这么大，不如借命一用。我与姑娘素不相识，哪来的怨仇？你我并无仇怨，可我和北凉不共戴天。在下与北凉也并无干系呀。徐之虎是徐骁的女儿，那你应该去卢府杀徐之虎才对啊。卢府戒备森严，再说了，卢家还有一个唐西剑仙卢白洁在，我也闯不进去。这可亮堂多了。是不是闹得大了些？越跋扈，京城那边越放心。真守礼了，反受忌惮。毕竟是世子哲家，岂能受辱？咱进去吧。今日是卢府失了待客之道，我替管家们给各位赔礼了。罢休剑，你是唐西剑仙卢白洁。李剑神面前不敢提剑仙二字，晚辈已久闻剑神大名，今日斗胆，愿领教两袖青蛇，砥砺剑道。你怎知李剑神在此？芦苇荡一战，李剑神威压四方，已传遍了江湖。前辈，可愿赐教？青鸟，大小姐，魏爷爷，大小姐，来得这么快。凤年呢？他去江心郡了。这个傻瓜。小叔，你这是？久别重逢，你们先叙旧吧。
知道了，卢白洁是卢家人里边唯一把徐志虎当做自家晚辈的。姑娘要杀徐志虎，确实不容易。女侠，你要杀的是徐家人，我可是姓刘啊！如今江南谁不知道？你和徐志虎面奸情热，杀了你，哪也尝尝心痛的滋味。姑娘，姑娘，那贱人虽然痴缠外子，但外子却对其嗤之以鼻，并无什么奸情。夫人怎么不跑？夫妻本同命，我怎能弃他而去？这么好的夫人，夫人说的都是真的。我与那徐志虎并无牵连，还对其厌恶有加。你对他什么感觉不重要，关键是他喜欢你，所以杀了你，他一样心疼。姑娘饶命！女侠饶命！闭嘴！娘子救我！姑娘，我与宫里贵妃乃族亲，姑娘行事可想想后果。报仇的人不会想这么多。等，女侠，我能帮你杀了徐志虎啊？怎么个帮法？那荡妇对我贼心不死，我约他死会，他定然会赴约。这浑水孽堂，我这就写信约徐志虎出来。你看我守护夫妻之礼，咋会逃脱呢？啊？也对。哎呦！哎呦！哎呀！你们可以逃走，也可以大声叫喊，看看有没有人会来救你。不敢，我寻笔墨。接下来的话，不能让他听到。什么话？我和徐志虎之间真正的关系。多谢大小姐。不必多礼，能见到北凉府里来的人，我心里高兴。坐吧。其他人也都安排好了住处，你放心就好。哎呀，只是凤年，他应该先来见我呀。世子也是听了传闻之后，想要亲自去看看。我和那琉璃亭之间，并非坊间所说的那样。怎么说？是你在纠缠徐志虎？确实如此。每逢徐志虎出门，我总会找机会偶遇，送诗文、赞美色，各种手段用尽，也算是费尽心机。换做其他女子，总会动容，可偏偏这徐志虎铁石心肠，始终将我拒之千里。那报国寺呢？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我也是一片痴心。他恰好碰上你的夫人。不是巧合，他是专程来寻我的。然后呢？他没瞧见我抓人衣袖，我当时随机应变，斥责徐志虎不守妇道，屡次纠缠。你反应倒是挺快的。也是无奈之举。之后呢？那次还是相信我，一气之下动了手。你还敢还手啊？待我刀兵还治刀兵，北凉人向来如此。所以，我和徐志虎之间并无情谊，他对我恐怕只有恨意。女侠
如果要杀我，他并不会心痛。还是不对。既然是你纠缠徐之虎，那他为什么不出言反驳？这点我确实也想不明白。或许是他孤傲清高，不屑解释呢。那个琉璃亭素有闻名，而我呢，出自北凉，江南人把我们北凉人当作凶魔疯兽，你觉得会有人相信我说的话吗？那卢家呢？你毕竟是嫁过来的，他们对你应该不一样。说是嫁人，其实就是卢家和北凉的交易罢了。交易成了，我也就什么都不是了。要不当初怎么会找一个快要病死的娶我呀？小姐，受委屈了。不委屈，是我自己愿意的。能用我自己换来北凉的盟友，我觉着挺好。我是说，您和琉璃亭的传闻。不认识的人毁我谤我，与我何干呀？我根本就懒得争辩。世子一定不会误解小姐的。我知道。他呀，怕是为我出气去了。空口白话，我凭什么信你？刘宝可以对天发誓啊！啊！卢家在江南什么地位？你能比吗？这个比不了。那你为何还要纠缠徐之虎？她虽是寡妇，但她也是卢家人。你和她传出这些闲话，不就得罪了卢家？徐之虎确实美貌，所以我对她都……为此，你就用你的前途冒险？你觉得我能信吗？解释不清了。我看还是杀了你算了。女侠到底和北凉结的什么仇啊？你倒盘问起我来了。有些事儿，我要不知道女侠的身份，我死也不会说出口。告诉你也无妨。我是楚国公主。西楚王国公主。你就让我每天弄成这样，在府里走来走去。你还想走来走去？这是卢府，你就躲屋里别动了。那也太夸张了吧？总比丢了命好。有我在，他的命不会丢。多谢前辈，有前辈护佑，我就放心了。是徐凤年叮嘱我护着你，要谢他吧，小丫头。谁要谢那家伙？老头，怎么了？我的神符呢？那个是我借给你的，你给弄丢了。小点声。是徐凤年那个小子刚才借走了。我的匕首，他凭什么借？他借神符做什么？这把匕首，认识吗？西楚传国匕首，神符。你倒是认识。史书记载，此匕首可换12trận。这等宝物我有所听闻。你真的是西楚公主？你活到现在没有死？你希望我死了？哦，不敢不敢。那我知道了，
徐骁灭了楚国，公主因此有恨理所当然，还请公主见谅。听闻徐凤年快要到江南了，公主此时出现，我难免有所疑惑。我这次来江南，就是找机会杀了徐凤年。你不过就是个天头。我和公主的目标是一样的，也是与北凉为敌啊！公主稍等。公主，你看，翰林院，京城的信。刘某的好友，现在是翰林院的庶吉士。败坏徐知府名声，是他教你的？他说，朝廷向来忌惮北凉，如今北凉与江南联姻，更是心腹之患。我若能败坏徐知府的声名，说不好就能让卢家和北凉反目。虽然这么做会惹恼卢家，可是说到底，险在地形。等我再去京城，未来前程不可限量。所以，这从头到尾都是阴谋，并不是什么君子好色。哎呀，怎么能说是阴谋呢？读书人为国效力总是应该的。这些事，他知道吗？并不知情。你刚刚说什么来着？他恰好碰上你的夫人。不是巧合，他是专程来寻我的。不是巧合，是我让人传了消息，才让内子赶来报国寺的。然后利用你夫人同族的关系，让宫里那位娘娘帮你大肆宣扬此事，这样你的名字就能被皇上听到。刘丽婷，你连自己的夫人都算计。顺势而为，怎么能说是算计呢？公主，这回该相信我了吧？我和公主的目标是一样的，都是与北凉为敌啊。这么说来，确实如此。可你也真够狠的，徐知府可真被你给毁了。卢家家规森严，按我的想法，卢家最好能对他动家法，到时候死了都有可能。只可惜卢白洁一直护着他，不过没关系，咱们现在有机会了。什么机会？如果能确定徐凤年的行程，有我和徐知虎的传闻，他定会单独接我。到时候公主出手杀了此贼，对你来说是报了国仇，而对我来说呢，就能彻底毁了卢家和北凉的盟约，两全其美啊！厉害啊！真不愧是读书人。信是谁写的？你又是谁？晋兰亭，没听说过。翰林院庶吉士这么多，世子没听说过也很正常。就不知道到底是谁的人。张巨鹿，还是别人？不好判断，不过这手段倒是阴险。这个晋兰亭回头得好好查查。你刚才做的不错，但还是有破绽。他说他受京城指派时，你不应该这么轻易缓和下来。楚人恨徐骁，更恨黎阳皇室。他说他夫人跟皇室贵妃同族，你态度要更强硬，才符合扮演的身份。我哪有世子这么深的心思呀？你们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是徐凤年，刚听说你要杀我，这倒没什么。但想借卢家害死我姐，这就到我底线了。待我刀兵者，还以刀兵。刘丽萍，是你自己选择，给你带来的终局。来人呐！世子，他怎么办？他打过我姐一巴掌，我姐也还了他一巴掌。这事儿
就算跟他没关系了。就这么放了？要不杀了吧，顺手的事儿。做人做事儿，还是要有点底线。这是要把刘大人捧到哪里去啊？这是犯什么事儿？家里的人怎么处理的？那些家人都只是被捆绑住，并无伤亡。好。怎么把嘴堵上了？拿掉。救命啊！北凉世子徐凤年要杀人了！喊，接着喊。徐凤年动有私刑，黎阳城王法何在？天理何在啊？没错，我就是北凉世子徐凤年。诸位，把这名字给我记好了。兄弟，你不能杀我。你要杀人，人便杀你，这就是天理公道。我知道错了，我愿意投降师傅门下。最后一点骨气也没保住，走，回阳城。走，徐凤年！徐凤年！徐凤年，你把我放开！徐凤年！你刚才还说芦苇当刺杀遇险，这会儿李建神也不在身边。此去江心郡，世子是临时起意，不会遇到刺杀的。可我担心的还不仅仅是他，他身边护卫众多，都还遇到刺杀，那黄门孤身去了龙虎山，岂不是更加艰险？小王爷天生神力，应能自保。在神力中也是人。我当初还以为，只要我嫁过来江南，他们几个就能安稳地留在北凉。没想到，姐弟4个到头来，还是天各一方。小兄弟，请问这是龙虎山吗？请问上山该往哪边走？哦，多谢。你在看什么？等山楂。山楂？等山楂熟了，我要留给我哥吃。你哥是谁？这是我哥。你姓什么？徐。哦，你是徐龙象。这么巧，知道你在龙虎，没想到刚来就遇上了，这大概就是命了。你想打架？都说徐家次子心诚如镜，果然名不虚传。阁下，想对我徒弟做什么呀？龙虎天师赵熙团。你又是谁呀？一场误会，在下来龙虎山也是为了寻人，打扰天师，就此别过。哎，我让你走了吗？老大师，咱们打他吗？三千红寺，寒雕寺是你什么人？晚辈也是奉命来寻人，还请天师通融。你刚才想动手？误会而已。给我徒弟认个错。在下一时糊涂，还请小王爷息怒。不打了吗？这是我衣钵传人，你弯个腰就够了吗？还请小王爷息怒。
不打算。要不，我磕一个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无名后辈，不足挂齿。你走吧。多谢天师，多谢小王爷。能屈能伸呐，新一辈又要出人才喽。老道士别怕，他要是敢欺负你，我帮你打他。什么老道士，老道士，你得叫我师傅。老道士师傅。哎呦，行吧。相公，相公，夫人。这刘先生已经被马拖走好一会儿了，带头的那个自称是北凉世子徐凤年。哎，你看，那不是刘大人吗？刘立亭刘大人，这刘大人被谁拖在马后边？你呀，又闯祸了。你好像瘦了。姐，我们回家好不好？凤年，凤年，凤年。上柱国好悠闲呐！哟，寒雕寺，哪阵妖风把你这人猫给吹来了？前几日不在京，上柱国莫怪，这不，刚返京就来给上柱国问安。天下宦官之首，给我问安，当不起啊！上柱国这局势有些险峻呐。怎么？你看着我这是要输啊？怕是赢不了。这么些天，他一盘棋没输过。这难道还能救啊？他呀，赢了才往下下，要是快输了，
他把棋子全糊了了。这齐品可有点无赖。哼，何止齐品呢？齐品如人品，啊！世子倒是得了上主国的真传呢。我那宝贝儿子，是不是又做了什么了？江南密报，上主国请看。哎，既然是密报，我就不看了。事情不小，上主国还是看看吧。我现在已经老了，啊，眼也花了，你说给我听听。世子在江心郡闯入江南名士刘黎亭家中，随即将刘黎亭绑于马后，拖至阳城，把人活活拖死。此事一出，文坛震惊，江南学子联名弹劾的奏章已经在入京的路上了。既然人死了，那就把他法办了。跟我说这干什么？第二份密报，世子入阳城时遇刺客伏击。上主国不问问世子生死吗？他要是真的死了，你就带着禁军来找我来了。上主国这话里藏的什么意思啊？说什么？这些当宦官的，这弯弯绕就是多，啊，做事说话黏黏糊糊的，一点都不敞亮，这见着就烦。你们斗嘴，别扯我头上啊！刚才不算我啊，是他打扰的。哎，又赖。经查，世子背后被刺客击中，血溅当场。跟你了，赶紧啊！幸好随行骑兵救援及时，世子鸿福齐天，有惊无险。这会儿在卢浮养伤。哎呀！